多謝主席，我想問問局長呢個微觀啲嘅問題就係、其實我哋啲旅遊景點會唔會可以而家將例如1000公尺嘅直徑嘅食肆啊，包括晒喺呢個旅遊景點裏邊，即係去介紹除咗個景點，仲有附近有咩食肆，兼且咧可以利用而家我哋嘅科技，啲食肆如果有優惠嘅，可以上埋呢度介紹俾啲遊客知咧。局長。多謝主席，多謝張議員。我知道嘅係旅發局現在咧係處理緊一個工作咧，密鑼緊鼓做緊就係一個實時地圖。咁呢個實時地圖咧，當然喺唔同嘅路徑裏面咧，佢會有唔同嘅功能嘅。譬如喺本會以前講話紅色旅遊嘅咧，咁呢個實時地圖我亦都會涵蓋到嗰啲嘅路徑，又或者現在咧，我哋嗰啲喺黃金週或者係大時大節會比較多人人流嘅話咧，亦都會有嗰方面嘅資料。至於張議員剛才講喺大概1000米左右嘅即係裏面嘅食肆咧，我相信香港嘅食肆就相多嘅。如果係每一間都涵蓋落去咧，可能都會係太多嘅資訊，旅客都會有啲混亂。但係如果喺嗰一個地方有一啲值得吸引，或者係佢真係好多嘅優惠，好吸引嘅優惠，係咪可以都將呢一個俾到旅發局？可能唔係一個常設，而係話如果佢喺特定時間佢有真係好嘅優惠或者好嘅點子嘅話咧，我哋喺嗰個實時地圖嗰度包含埋落去咧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意見嚟嘅，我哋都會帶翻去咧請旅發局考慮。多謝主席。